若想法有改变，豆豆调整，都袂遐固执，只敢若看到一种看法，一种目标。我今仔日嘛有看即个若翁外口有查甫的即个心灵的治疗的一个团体，叫基灵乐。拄开始会去加入基灵乐，是为着讲看到基灵乐，想讲这就是台语的用词，想讲可能是教台语的，结果毋是，伊应该是散达基的一个会员吼，伊一寡心灵拢是甲散达基遐学来。甲我有去听赛斯的演讲是共款，拢是身心灵，毋过都是无共一派。安怎看拢是会通，因为我对形而上的物件吼是较好吸收。我著因为我本地有一个逐个月500块的即个会员，我著加入一摆吼，著想要趁这趁这6月份吼，紧甲伊看了吼，因为著是累积一寡文章的量，吼，较来著几若年较来去听一摆伊的文章，嘛足有价值，因为伊的文章真正真济。看着就是讲，这实在是吼，这人生有足济无共款的知识，无共款要义的物件会当去探索。毋过一般人拢是看着讲会当互咱趁钱，会当互人兴盛，拢是看着即种目标，变做讲若无法度伫咧工课上有一个互人兴盛的一个表现，过来就是无法度伫家庭的经营吼，是互人嘛是足兴盛，有背景啊，厝年好呀，抑是讲嫁甲袂歹，娶真好的对象，这拢无法度达成的话，拢对这代志失望的话，有可能会对时势栽培。若讲时势会当足有成就，这嘛是这个社会济人的想法。若拢无法度达成，就会变做定伫遐交这个世间。对别人拢是足负面，拢看着足无好的所在。因为就是无法度，就是若亲像讲一个班，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讲做前3名。若讲今仔日是一个足优秀的班，拢是全校50名以内的人，家己捡做一班，安尼就算每一个人拢足厉害、足高读册，犹原是前3名，就迄3个尔。若讲伫即个社会嘛是安尼，若拄啊好有对着即个时代的潮流，有可能500名内拢袂歹，拢是互人做兴盛的，因为踏着时机。若讲拄啊好即个环境毋是讲介理想的话，要安怎拼嘛无法度讲达着家己想要爱的即个成就。若亲像有一间公司，
若讲当地起飞，要去栽培，足侪事业，拢伫遐趁。像即个古丁斯，伊走去东升共款，都东升伫下港，都有买一寡资讯的公司，甲伊买过来，就变做讲，若公司当地发展，就较有侪客，嘛有一寡主管嘛有可能有法度去做主顶师，因为都有欠人，嘛较即个顶师做即个官嘛较有发挥的空间，有一寡权。举一个例，就是会当去找以早的下骹手人就是旧公司的下骹手人来找来新的公司，安尼就是有即种法度。若讲即个公司家己去的新的现处事的公司拄仔好，就拢不爱招新的员工的话，安尼就算伫内底嘛无法度讲有，互人有一个，互人感觉讲你有法度，真有法度。就变做讲踏着时机，就毋免拼甲遐辛苦，机会较济。毋过就变做讲，这都是最无重要的一项，大家拢会去追求的。甚至有人就是一生当中，拢伫遐做拍拼，伊若位置愈悬，愈有成就，伊愈袂当放松。因为竞争是足济，而且伊大家对伊标准嘛搁较悬。若讲毋是重要的任务，毋是囥伫讲要一直替人欣赏、升起来，互人牵绳。若讲毋是即种理想，安尼就是做家己爱做的代志，就是莫讲心内有伤济负面，安尼就会当就毋免定定有即个压力。就是讲，这世界这即马又搁是网络的世界，实在是足济物件是足趣味。有值得我去研究，像讲看心灵的文章，即嘛是我较敖的代志。虽然我写袂出来，无钱，也袂讲有法度像即个麒麟录写甲落长，安尼写甲足完整，会当出一本册，阁会当主持，阁会当做 podcast， 阁会当甲人甲人好好讲，互人讲道理，互来参加的会员听。而且有收钱。伊就是找着伊的专长，找着伊会当发挥的所在，而且嘛，互人帮赞。只不过是讲爱家己会找着。若讲拢是靠讲去考一个公家机关，考一个公务人员，去考着大间公司，伫内底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一个，较就是伫遐就是等，就是拍拼领薪水。毋过就毋是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安尼其实就变做讲，大家目前伫做的代志，毋是讲咱着爱照伊做。实在是阁有足济无共款的代志，无共款的角度，阁有诚济会当研究吸收的领域。
只不只敢若是敢若是讲大家想讲，这嘛无好康呀，这嘛无法度对讲摕着成就有帮赞。咱着摕即个成就，工课上的成就，也是讲，会娶某嫁翁，也是教囝生囝即种成就，有可能咱拢摕白条条，着无法度去做搁较济无共款的代志。做无共款的代志，有时阵有媒体若趣味会去翕，毋过大家着看看讲阁有人安尼遐想会开，着敢若安尼尔，嘛袂讲，互家己有一寡思考讲，其实我嘛毋免讲，逐工伫要伊讲，即个顶司对我有啥物，为安怎无甲我欣赏啊？就是毋免讲，拢甲，就是因为有期待会变作固执的，就认为讲这就是咱应该爱做的代志。若这就是正事，若毋是做即种代志，伫学台语啊，去创啥，迄可能就毋是正事，会惊讲我安尼以后会后悔无？就若亲像讲伫学校，大家拢是为着迄考试，大考、小考，拢伫拍拼，拢看迄会考的即个册，增加即个知识。毋过有人可能去学一个考试备考，毋过伊做感觉足趣味的，去做一寡代志，看一寡考试备考的物件，安尼有人会想讲安尼着减一个对手啊，真好。就若亲像讲，伫公司就会人想讲，伊主要的对手是啥物人？看着我，讲这人介是嘛无介真光，无介真光就是可能就是被甲我当做一个对象，一个伊竞争的对手，安尼其实若甲即种原理人生行到遮，家己安怎想，别人嘛安怎看待，可能第以早有伊的目标，就是考着好的学校，安尼来对照，就会当明白。毋过咱若较大汉，搁回头去看考试迄段时间，颠倒会希望讲，迄个时阵，家己若看较开的，会使去做一寡无共款的代志。你讲考试考着啥物1分2分，考着啥物学校，实际上过20年，就知影讲这无差，而且考伤好，有可能阁是一个障碍。咱的甲时间犹较长呢，就知影讲，做侪代志毋是讲，你照即个规则去做，家己就会感觉满意。有可能讲真正考试拢考甲真好，去读啥物医学院，大家拢做兴盛。毋过等甲真正去病院去做实的话，做工课的话，就知影讲，若当初时会当做一寡家己爱做的代志，即马连找拢找无够了解家己，变做讲少年的时阵拼成绩，毕业以后拼事业，若伫
有岁啊，就拼结婚、建立家庭，去拼买厝买车，拼一寡面子啊，到老嘛犹原找无家己讲对啥物物件较专长。咱的认同会变做讲是做倒一个部门，咱的顶司互咱换者薪水，有甲咱重视无？就变做咱的对家己的认捌，甲即个薪水啊，甲即个顶司，家己的顶司有甲家己欣赏无？也是做学生囡仔的时阵，即个先生有对家己印象诚好，拢甲家己的价值放伫即款代志，就一直无法度知影讲家己到底是想要做啥，啥物较厉害。若讲做学生囡仔，就讲我是数学足够的。毋过数学足够的，这是用你考试，考试的即个成绩来去看，这毋是认捌家己的一个要紧的代志啊！这即摆的社会，阁有啥物人会讲？这个人数学诚好，这个人数学无好。较袂用即种标准去看，即摆有可能会讲，若伫咧上班，就会讲，啥物人是较顶司会疼趁，啥物人讲，到单是啥物态度啊，是做甲啥物，有即个做有啥物主管的一个。位置无，就是看即种物件。若讲做生意的，就变做讲趁偌济钱伊做的生意即摆是毋是有发展？这犹原毋是，就是讲这对照咱即个人即个灵魂其实你若做到做生意，即种认捌是做细项尔，毋过咱即摆就变讲愈来愈少，就是对一个人的熟悉愈来愈少。若对别人熟悉愈来愈少，就是讲共款的意思。对家己的熟悉嘛是愈来愈少。就亲像讲台语，若定定拢无使用，变讲足侪词愈来愈少安怎讲就是这两三种那当然对家己的认捌嘛是共款。若无认捌家己，就无法度找着讲家己做啥物代志较快乐，甲啥物人斗阵较快乐。过来就是讲，过来就是讲，就是爱知影讲家己生气的原因就袂当讲用遐表面讲，伊甲我欺负，伊看我无这定定就是这大家的心内的一个词尔这定定听，毋过无的确是真正对家己诚了解就是讲咱若会使较了解家己淡薄仔，安尼较袂定定就心肝头郁住想讲，若感觉讲为安怎顶时无甲我牵成我嘛上资深的嘛算第一名、第二名资深的安尼逐工去想就伫遐怨叹。毋过我无去看讲，我嘛做这代志对我来讲嘛袂合，而且我有可能就颠倒无法度去
做一寡别项代志。我若替互人牵绳，我就会惊讲，若有一天，即个甲我牵绳的人变面，无就替互别人抢去。我着爱一直讲话，拢爱甲铺铺塌塌，就变无自由啊啦！这就是自由的问题。若讲我今仔这人对我印象安怎是安怎甲我拍分数的第一，甲别人是安怎讲着我这个人，是较正面，抑是较负面？对我拢无影响，因为我知影讲我是安怎的人，毋免这听别人讲较知。认捌家己是足重要的，大家会想讲无啥物重要，就是共款的洗脑方式。咱当然是替互洗脑诚久啊，较会想讲，这认捌家己会使创啥？去熟悉股票，毋是颠倒较比这熟悉家己搁较要紧。我变做有无共款的思考方式，而且嘛是会当看一寡文章，去提升家己，知影讲家己就是对这较有兴趣，嘛看较有，就毋免想讲这会当讲去摕来趁食无？用这个专长会当做倒一道转倒一道。以前思考拢是安尼嘛，拢是定扣扣。若学台语，就讲看会当应着台语老师的这个舌头。安怎会使靠台语来趁钱？就较无简单就变做每一个拢走去教台语尔。这就是以前思考，就是这个做下的，想的拢做下即摆的话，就知影讲，有搁较踏伫我第一追求的，比这个顶时对我印象安怎？当时会想讲，我是定定做代志介认真，做代志做足济，足拍拼的，会晓的物件足济。我是要追求倒一项？当然袂当讲都完全拢不爱管别项，毋过就变做讲，就毋免去烦恼伤心，去家己的固执拢囥伫遐，会使知影讲，就是即个集体的即个思想拢加减减的受到即个集体的思想的影响。这嘛算是一个洗脑。若讲家己会使无共款的思考，搁加去看家己想要看的物件，就亲像台语学台语嘛是安尼，就拄开始还袂学，对台语就是讲这口条这就老人讲的话这无重要安怎毋免去要伊。开始学台语了较知影讲足济无去接触到，拢毋知影的道理，就是会使互咱去思考，是毋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大多数的人拢安尼想的。这有可能毋是正确的，嘛毋是讲毋是正确，这毋是遐踏伫咱做过一个有得着就足欢喜；无得着就足懒的规个人拢懒，无需要安尼。咱看中国足济
爱中国的即个粉红仔，大家拢会去笑啊，讲因伫遐自细汉到大就拢跳教育啊、政府啊、媒体啊洗脑去啊。足侪资讯，真正的资讯，因是毋知影的，就变做有一寡外口的人看起来足好笑。若甲即个原理放伫即马大家追求的，就是即个公司有一个好的地步，有好的前途。当然前途的原因是薪水会较低，无就是讲有即个名声，以后换一间公司，会借着即种即个主管即种名义有一个主管的态度，啥物长啊、啥物理啊、啥物理啊长之类的，会当互家己搁较简单会当趁着搁较侪钱，就是变做咱对钱、时间即种观念拢是伤传统，而且无的确是正确。只不过是咱拢伫即个水内底，拢袂发现讲这水的存在。鱼仔若伫海内底，伫海水内底浸伫内底，伊就袂想着讲我边仔拢是水，我澹澹啊，我身躯拢澹澹，拢袂想这。咱若伫空气内底，咱嘛袂想讲这空气呢，拢袂啊，咱拢变做自然，而且大家拢安尼，就袂去犹豫。若是思考方面，真正有足侪代志会使，互我的心情就是较袂讲受影响去，讲一定爱安怎较算做值得安慰，较会安怎讲？较会甘愿。我即摆就着大众的思想影响，就定定讲毋甘愿。哪会去牵绳？某物人，哪会无甲我牵绳？是毋是即个人有私心？即个人看袂起女性，即个人扣分，就是足侪即种思想会阻碍着讲，我着甲这气人放伫我搁较专重的代志，莫做一寡做食力，而且食力搁无法度有一个好的结果，搁会扣人嫌，就颠倒变做安尼。变做一个做普通的人，心内足侪毋甘愿，毋过阁无法度提升家己。即马想要做的，当然就是提升家己。提升毋若是讲今仔我有一个啥物理啊、啥物长啊、啥物官，即个态度，毋是，这是足少的一部分。有搁较侪是会通好互咱去了解，讲提升我安怎做。虽讲是伫公司无人知，就算知嘛，想讲这着无专心啊，这着公司袂认同，袂介意，顶时当然嘛袂介意。毋过咱着爱放下即种爱做啥爱公司会欣赏你讲做这代志拄仔好是公司是董事长，甲董事长想的共款，而且我的做法，我的即个节奏嘛是董事长也无就是我的顶司会欣赏的有一个默契，就变做，就定定想讲一定爱安尼，这较是一种提升，无就是伫技术方面去学这学迄，
阁欠经验，就想讲是毋是阁爱换啥物头路，累积家己的即个经验，啥物拢做过安尼，为着后一段去找头路较简单，较有算，较有法度，真紧找着一个新的头路，就变这是做无重要的代志。毋过咱开做者时间，而且做者毋愿，拢是为着这介无重要的代志，而且甲别人有啥物无共，甲别人拢共款啊。我无去安尼要伊，别人嘛会排队伫我后壁，拢伫抢这机会啊，抢一种提升，去投资家己，背后看讲有法度互家己提升无，有较有成就啊，会使换好的公司，较悬的薪水，有好的名声，就变做讲思考莫愈来愈下，是愈来愈看，而且毋是看着讲家己伫办公室，大诶公司，就是眼前，拢是看着眼前诶物件，就是爱定定训练，即若讲有时阵嘛是会去想讲，哎呀，这个同事啊，伊即马就是即个顶司想要牵线诶人，伊若对我印象真好啊，安怎，就是安怎想拢是别人会安怎甲我想，会安怎会做这项代志无？会甲我牵线无？会感恩无？就是阮想诶拢是别人，是伫互别人去决定我诶运命，毋是换一个无共款诶思考，就是别人诶意见白讲正做我诶运命，白安尼。这爱练习，莫讲做袂到就做郁卒，无遐紧啊，拢豆来啊，就若亲像学台语共款啊。拄讲诶时阵，逐个听甲真艰苦。即摆有可能嘛讲无遐顺啊，有可能逐个嘛听甲艰苦。毋过就是讲听甲艰苦，迄哪有要紧？这毋是我要伊诶代志。我要伊诶代志是，我开始去做即件代志。若讲我有坚持，会进步。若讲我诶方向就是一直有去做，就一定有成绩。即个成绩就是讲，加一个人明捌台语，加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能愈练，讲甲愈好，袂像进前就是拢着受华语诶影响，会使讲一寡较古早话台语啊，嘛是有可能。就是安尼。